香港周圍都係高樓大廈，成日都被諷刺為石屎森林，所以近年建築物都推行綠化，但係土地稀少、樓面珍貴，衍生出鬧市獨有嘅綠化方式啊。咁所謂垂直綠化，就係喺建築物嘅垂直立面種植植物，用更少嘅空間增加綠化覆蓋率，嚟滿足對綠化建設嘅需求。配合可持續建築設計，算係緩和城市熱島效應嘅其中一個方法。咁 ESG 嘅大趨勢咧就係講求可持續性。近年落成嘅屋苑加入綠化設計固然係好事，不過有啲屋苑就持續唔到喎。咁啱啱交樓嘅時候就好靚，但隨住時間流逝，疏於保養，反而令社區綠牆變成枯牆。建築設計同後續維修無法銜接，涉及成本問題，造成無奈嘅困局。喺半新盤林立嘅將軍澳區，有垂直綠化設計嘅屋苑尤其多，但經過一啲日子之後，最近植物嘅生長情況都不復當年。都冇乜嘢嘅，其實都係咯，梗有㗎啦。呢啲樹木嘅嘢，佢有啲生長得茂盛啲啊，咁咪靚啲咯。有陣時真係嗰邊啊，又係好多㗎。尤其是鐵絲網圍住嗰邊好靚，好多嗰啲怕醜草㗎。近來冇晒啦，已經。但係好多時咧，你見到咧入伙嘅時候非常之靚，好美觀嘅。但係入完伙之後幾年之後咧，你見到咧其實一啲綠化啦嘅情況啦，或者啲植物咧其實係開始咧係凋零啦，或者係甚至咧係啲植物咧係開始脫落咗啊，係你見到咧其實個外牆光脫脫咁嘅情況啦。咁所以我哋區內啦都見到唔少咁嘅情況發生嘅。有民間團體發現，呢啲咁樣嘅情況普遍出現喺較多新發展屋苑嘅區份。其實我哋都觀察到咧，近10年落成嘅一啲私樓啦，尤其是喺將軍澳啦，因為呢度特別多新樓落成啦，都會有呢一個情況，就係可能見到佢啲垂直綠化嘅植物咧係有枯萎咗啦，甚至係急咗啦，有啲可能係蘭藤植物嚟嘅。咁蘭藤植物佢哋就好稀疏啊，又或者甚至係冇啦。又或者甚至我哋觀察到有啲咧係有啲種假草假花嘅情況嘅，咁即係塑膠植物插喺一啲發泡膠上面，又或者係攀藤喺一啲架上面咁樣。垂直綠化比一般地面綠化大，維護難度比較高，特別係多層組件式花槽或者組件板上面種植植物，灌溉系統一旦失效，容易造成植物枯萎。第一，佢掛上牆嗰啲土壤太少。第二咧，由於佢土壤少咧，嗰啲土壤含水量啊，即係佢儲水量、含水量就比較低嘅。咁嗰啲植物需要水生長咧，咁如果特別係夏天咧，咁水分唔係淨係啲根級噶嘛。夏天咧天熱咧，就咁冇植物，佢嗰啲水分都會蒸發走咗噶嘛。咁於是嗰啲水咧就好快就離開咗嗰啲土壤，嗰啲土壤就乾咧，就啲植物就乾旱死咗。咁呢個現象經常出現嘅，就係明明生喺地下嗰啲植物，你夾硬將佢攞上牆，要變咗垂直生長，咁呢個就係違反大自然嘅。佢特別研究過垂直綠化設施，總結出5大要求，應該採用藤本、常綠、多年生長、木本同埋會開花嘅植物。有唔少植物都符合要求，二葉爬山虎、落石、中華長春藤同埋炮仗花等都可以。不過順應植物嘅自然生長速度，即使係最快嘅金銀花同埋使君子，最快都要2至3年先開始美觀，難以一朝一夕就有效果。所以發展商咁中意嗰啲反大自然嗰啲方法咯。我頭先同你講啦，佢哋要瞓醒覺有個綠牆啊嘛。你瞓醒覺有綠牆，你咪有綠牆幾個禮拜咯。之後就哇，你嘅煩惱就不斷咁嚟啦。你如果種嗰啲違反自然嘅綠牆啊，如果你我坦白講啊，你係種麻煩啊，你係種下麻煩。你以後連打年越打越不斷咁俾麻煩你，同埋你如果係老闆咧，就不斷要銀荷包俾錢。唯一一個好處，我唔叫佢好處啊，即係有啲人覺得佢係好處啊。就係瞓醒覺有幅綠牆。喺一手物業售出之後，後續保養成本就由小業主同埋法團負責。
而垂直綠化成本一般比較高昂，令部分屋苑選擇縮減綠化規模，或者使用比較廉價嘅保養方法。但係管理費都係貴，跟住就係加咯，都要加。但係我哋都接受到，就係屋苑靚，咁大家都享受到，同埋啲物業都係升值咯。講真，都係管理公司嗰個質素啦嚇。佢好，佢未結佢都我哋好似每一年都有嗰個業主會，跟大家提供啲自己嘅諗法啦咁樣。管理費都係要加，但係都大家要商量咁樣。多啲咁嘅植物咧，係確實令大廈個價值都高啲。咁但係咧，多咗啲咁嘅垂直綠化咧，垂直綠化有佢個唔好處嘅，成本係高嘅啊。尤其是即係起嘅時候咧，就會成本高嘅。咁第四用緊嘅時候咧，嗰啲維護成本咧都高嘅。嚟香港係賣散啲物業有個叫公契呢份文件㗎。係即係 DMC。咁 DMC 咧，其實已經係寫好晒，大家要遵守大廈嗰啲共同嘅管理規則嘅。咁咧，如果你認為佢個譬如有好多綠化、垂直嘅綠化，或者一啲管理規則唔好嘅，咁你係應該參與喺個管理度，喺業主立案法團度俾意見。有新嘅管理業主立案法團有成立咗個業主立案法團咧，俾意見之後咧，大家按大家所共識嘅意見嚟去執行去管理咪得咯。既然後續保養難，點解呢啲設計不減反增呢？咁綠化除咗係社會責任，仲可以喺建築嘅時候幫助爭取優惠。政府為鼓勵可持續建築設計，會向發展商寬免部分嘅綠化樓面。不過物業一旦出售，負責嘅就係小業主同埋法團。往往係銷售結束、入伙後5至10年，困局先至浮現啊！咁善用寬免喺地產市場無可厚非，垂直綠化都唔係完全唔可行。只要揀啱植物，做好長遠規劃，就可以解決問題。更加重要嘅係改變大眾同埋發展商嘅觀念，等綠化植物唔單止係淪為裝飾。為鼓勵可持續建築設計，建築滿足到指定要求，最多可以獲得1成嘅樓面寬免。其中一個要求涉及綠化覆蓋率，按照地盤大小，要求喺公眾可視範圍提供2至3成不等嘅綠化，例如花園、水景同埋植物架等。懸掛喺外牆嘅垂直綠化都可以計入綠化比率。最新指引只會計算離地唔高過7.5米嘅垂直植物架。舉例一個單棟盤，基本可建樓面10萬尺，加入足夠嘅綠化覆蓋同埋其他環保設施，就有機會獲取最高1成嘅總樓面寬免，變相起多1萬尺樓面。換言之咧，其實係可以起高啲、起闊啲，甚至可以賣多啲單位嘅。咁大家都知道香港係寸金尺土啦，對於佢哋嚟講，可以賺多啲錢，咁當然何樂而不為呢？咁但係咧，即係其實發展商佢哋起好咗，入伙嘅時候係好靚，但係有時候就係過咗開就神仙啦。將呢樣嘢係轉嫁翻俾管理公司或者係小業主去承擔翻呢個維護嘅費用。聯合作業備考亦都要求發展商設計呢一類環保設施嘅時候，要考慮長遠保養喺財政上可行，並向使用者提供保養同埋管理手冊。測量師亦都建議喺項目建造嘅時候應該保持前瞻性，確保減少日後保養難度。即係你做呢啲綠化嘅時候，因為即係希望取得一啲樓面面積嘅豁免咧。喺呢方面咧，係咪應該有我就認為可能要揾啲專業人士咧，即係園境師咧喺呢方面咧有晒啲計劃，尤其是注重咧就係包括呢個設計啊，同埋嗰個實施咧，你建造嘅時候同埋將來嗰個點樣可以保養到咧咁樣。咁呢方面一定要有個計劃。呢個計劃嚟講咧就係容易執行嘅，意思即係話你個設計咧其實太過複雜咧。好似有啲係佢自動嗰個會淋水啊，或者加一啲營養素啊等等。咁呢啲咧一定有呢啲設施得。如果唔係咧，你靠人手去灌溉嚟講咧，即係最終就好容易咧
因為想慳翻啲人手啊，慳翻啲支出咧就唔做。另外，應該慎重挑選植物品種，甚至可以利用創新科技、智能化管理，減少人力成本支出。測量師認為政府喺呢一方面嘅角色作用不大，認為目前政府人力成本高，就算派人抽查屋苑綠化維持情況，成效都有限，應該加強教育為主。人力資源咧嗰方面咧，可能係好大啦。咁呢好大咧，羊毛出在羊身上，咁又係要增加，譬如綠建環評嗰個申請啊，可能等等咧，你又俾多啲費用啊咁樣。呢啲其實都我盡量咧喺尤其是而家啦，咁盡量避免咯呢啲。咁啊，所以我覺得咧可以抽查啦。咁但係其中一個權力嘅問題啦，即係你要俾佢有權先得。咁喺個仲有一個問題啦，你抽查咗，發覺佢即係做得唔好啦，咁你有咩辦法令佢做得好啲咧？其實好多時候你面對咁多嘅小業主，你哋好難強制佢㗎嘛。你諗下，我哋而家做緊嗰啲強制驗樓嗰啲咧，拖幾耐咧，都係因為啲小業主咧好難達到共識。咁所以喺呢方面咧，可能未必係咁有效啊。我覺得反而咧自發性令到呢啲即係綠化嚟講咧，大家市民覺得係對佢嚟講係好嘅，有價值嘅。使錢方面咧唔好咧，即係造成係要使大筆錢嘅。咁呢啲咧，我諗佢係樂意做。業界亦都有意見話，可以微調綠化設施嘅驗收標準，喺事先規劃好植物生長範圍之下設立攀藤架等，接受未生長完成而長遠更耐種嘅植物計算入綠化面積。亦都期望市民大眾認識植物生長速度，唔應該急於求成。